好，咱即摆来到即个五地厝吼，上大诶也是上出名诶即武庙，即个武庙是啥物所在咧？前有讲是关帝庙、关帝厅，还是关帝庙拢会使。即马毋过在地人惯势叫伊武庙吼，还称呼做武庙。通说内底讲，伊伫大明国诶时代就创立啊。实在有历史文献诶记载，是清国光绪年间，凤山关采访册内底有写。庙内有咸丰年间重修武庙诶碑记诶招牌，会用证明。含庙前当地年间有3对诶石条对联。武庙是五地厝地方诶大庙和信仰诶中心，因为武庙路是一个商业区，头前阁有一个黄昏市场，普通时啊已经人真济，尤其新正年头，逐工人拢吵，祭拜啦，求平安，安太岁，食平安面。为开庙门到天公生，一直到15